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9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啊，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啊，刊登一篇文章啊，主要是介绍这个中国房地产下行啊，让海外这个美元债投资者损失惨重。他的文章说啊，自2021年以来，也就是恒大暴雷以来啊，中国地产商违约的美元债高达1470亿美元，而收回的本金比例啊，只有0.06%。清偿率啊0.06%，借出去100元回来6毛，这个可以说损失非常大。融创啊，最近不是发了个公告吗？香港这个法院啊，对他进那个清盘陈请啊，好像又推迟1个月吧。总之现在融创啊，比较危险，他的这个陈请人是信达呀，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要对他进行破产清算。所以融创最近啊，推出了一个对海外债权人一个债务重组的新的方案。这个方案据说啊，让海外债权人又是叫欲哭无泪啊！大家也知道啊，这恒大爆雷以后啊，融创跟着后面没坚持半年，也就爆了之后，融创他老板孙宏斌啊，倒是非常痛快啊，快刀斩乱麻，把自己的资产拿出来增信，然后对这个他的债务进行重组。债务重组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是展期，一个是转股，得到债权人的认可。但是啊，咱们的节目也一直说啊，不代表融创的事就解决了，也就是给他一个延缓的时间。这个你看，现在3年下来，融创又到了这个生死关口啊，因为当初展期的债又到期了，债权人又要钱了，他哪有钱呢？现在是保交楼啊，房子也卖不掉，所以说他接着第2次重组啊，不重组就是破产。融创近期啊推出的这个重组方案，实际上还是咱们以前说那个思路啊，但是这个对美元债权人来说就是非常残酷啊。首先啊，直接啊就是上100亿的美元债务没有现金偿还，1分钱没有，别想着要这个钱，全部转成股份。然后呢，转股价按照发行价6.8港元或3.85港元计算，而不是按照当前啊在港股的1.6港元市值计算。第三个呢，这个孙宏斌表示，他是融创的核心和未来盈利的保证。为了股权结构稳定，债权人要把债转股的股票先转给他，以确保他呀有足够的控制股票控制权呢，来控制公司。如果债权人不答应，那就破产。大家都知道啊，根据破产法呀，香港的破产法跟咱们也差不多，就是破产之后呢，债权有优先这个顺序啊。那个美元债它并不是优先债务啊，它优先债务是那个什么啊，公益债权，什么买房子人的这个购房款，职工的债权，还有税，国家的税等等啊，把这些都还完之后，才开始还这个债务，普通债务，那基本上都没有了，清偿率非常低。所以这个美元债啊，也就是海外的这债权人看到这个方案，心凉了半截啊。但是问题是他们没得选择啊，要么是清偿就是更惨。如果呢同意，就是说现在没钱给啊，把你这个所有的债给你变成股份，这个股份呢不是按现在市场价给，而且还是按照6.8或者3.8一股给你分，然后这种股份，这个股份也不是直接给你，还得挂在孙老板的名下，这样一变成孙老板还是这个融创的第1大股东，控制着公司，让这公司增值，公司一增值，市值涨了，你的股价就涨了，你的损失就回来了。也就是你想这个回本，你的全仰仗这个孙老板把这个融创救活，一切都不确定。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在就是你美元债债权人你有没有选择的余地？你看恒大债权人啊，倒是实在，去年就推破产了，反正他已经不相信了，对吧？对恒大进行清盘，四处追债，跟这个啊徐老板的前妻，跟这个高管夏海军，对吧？全球追债，追回来一点是一点。实际上这个化债方案啊，我们在以前就说过了，这是化债，一个就是展期，一个就是转股，一个就是部分转股，没有别的路子啊，就这么一个路子。融创如走上这条路啊，实际上后面很多房企啊在学习。如果融创这么干成功了，那碧桂园对吧，还其他的恐怕都得照此办理，就是让你所有的债变成股份，债转股不用还了。以后这个公司搞好了，你把股票卖掉；公司搞不好呢，那就打了水漂，对吧？这个融创在港股啊，也很有可能跌到1毛钱，对吧？你这是4块钱转的股，6块钱转的股变成1毛，那个是你抛都抛不了，没人接啊。今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介绍这个滨江集团的。这个滨江集团啊，这几年以来比较神秘，也就是恒大爆雷以来啊，这个滨江集团给人感觉还是逆势扩张啊，在主要是杭州，可以说是风生水起。这杭州的房价走高啊，跟滨江集团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叫密探财经，他写的叫滨江集团杭州地王大玩家，争议房价高推手，也就是杭州的房价
涨啊，这后面的推手都是滨江集团。说近日被封为杭州帝王收割机的滨江集团公布了2024年业绩，其相关核心指标的变动幅度之大，令业内震惊不已。我看它怎么变动的啊？它文章说啊，2024年滨江集团取得营收692亿元，同比下滑1.8%，而2023年同期涨幅是70%。你看看啊，高增长70%，到今年到2024年年报的时候，不仅不涨，还下滑1.8%。归母净利润25.5亿元，同比微增0.7%，而去年同期呢是跌了32%。所以你看这个财务数字这个变化之大啊！这几年楼市啊持续升调，大量房企收入下跌，净利亏损和下滑，而滨江集团却一反常态，2023年营收大增，净利大跌，去年营收下滑，而净利微增。你说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财务表现，确实难为这个首席财务官啊！去年滨江集团整体毛利率12.5%，同比下滑4.2个百分点，主要是营收下滑之下，营业成本上升。滨江集团解释说啊，期内结转项目是2020年、2021年拿的，存在自持等拉低了毛利率。换种说法就是啊，当时综合拿地成本比较高，也就是2020年、2021年拿的地啊太贵了，导致它这些项目结转的时候毛利率也低了。其中占营收73%的杭州地区毛利率14.5%，同比下滑3.8%。整个浙江地区包括杭州、金华和宁波3个城市贡献营收合计占比90%。看销售端啊，说滨江集团2024年实现销售额1116亿元，较上年1535亿元，同比下滑27%。虽如此，根据科尔瑞监测，去年滨江首次杀进全国 TOP 10阵营，且位列第9位，成为唯一民营房企。其强调说啊，在大本营杭州连续7年卫冕销售冠军。截至2024年底，滨江集团总土储来自杭州的占比70%，除了杭州以外，浙江省内其他2、3线城市占比20%，省外占10%。也就是说，它主要是在杭州啊。今年以来，滨江集团连续2次刷新杭州楼面地王纪录，比如1月下旬，滨江集团竞得杭州湖墅地块，成交楼面价6.48万元每平米，溢价率是71%，直接将绿城2024年10月摘得的前2地块楼面价5.07万元，杭州地王轻松超越。今年3月25号，滨江集团竞得杭州水电新村地块，溢价率70%，成交楼面价7.74万元每平米，自我刷新，晋级杭州单价新地王。此后，杭州单价地王又直接窜升到楼面价8.8万元每平米新天花板。有网友曾直言说啊，这2次地王都是滨江集团拿下的，可见他很热衷于造地王。杭州上个地王还是今年1月份，当时楼面价才6.4万元，没想到才过去2个月就拉高了1.3万元每平米。今年1季度，滨江集团新增拿地货值340亿元，排名第6，耗资196亿元，排名第6。拿地重心仍是杭州，仅上述2个地王就耗资100亿元。逆周期高强度拿地投资在滨江集团2024年现金流影响还是很大，如期内净现金流76.7亿元，同比下滑77%，投资净现金流负的20亿元，净流出同比大幅收窄，融资净现金流负的13亿元，净流出同比大幅收窄，说明集中在还债。从滨江集团2025年计划看，面对当前楼市有待企稳，其还是比较保守的，销售目标1000亿元左右，行业排名15名以内，拿地继续遵循优质城市、优质地段、优质项目、优质产品、优质合作伙伴的5优原则，投资金额控制在权益销售回还50%左右，在杭州继续保持且增加，省内适度减少，省外关注上海和江苏。去年底，在滨江集团2024年媒体会上，董事长曾直言，很多房企受了重伤，滨江受的只是轻伤。他还罕见谈到了好房子标准，而滨江集团的口号就是让老百姓能住上一套好房子。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滨江集团是一个另类存在，给人展现出来它是逆风飞扬啊，皮裤套棉裤啊，必有缘故。但央企啊，对吧？比如保利，还有什么华润、中海，现在都在叫苦啊。那些民营房企早就
暴雷，对吧？你看融创、碧桂园、恒大都爆2回了，就在这种大背景下，韭菜死活不买房，然后有一家房地产企业逆风飞扬，所以这个合理的怀疑啊，那是必然的。皮裤掏棉裤啊，必有缘故啊。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啊。这个滨江集团它主要布局70%、80%都在杭州，而杭州这2年这个地价，对吧？在这些运作之下，地价一直在涨，所以他们还没有后顾之忧啊。一旦这个杭州这个地价不再涨了，对吧？今年年初啊，要搞出一个6小龙，大家都懂。杭州啊，这第1季度卖地卖了600多亿，这里面啊有某些必然的联系在里面。但这种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个值得大家关注啊！一旦到头，谁拿的地多，对吧？谁爆的雷就多啊，谁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为什么他热衷炒这个地价？因为他手上的地多啊，这地价每往上涨1万1平米，他的货值它就涨了。所以啊，一切都要看杭州这个土地的价格走势。而这个杭州土地价格走势，某种程度上跟滨江也有关系，因为他不停的在拿地王，大家就明白了，它是这么一个循环。那就这个故事，你能不能继续讲下去？你杭州很多地方房子卖10几万1平米，有没有人去买？杭州有没有那么多韭菜去割？你杭州的房价能不能炒得比上海还要高，对吧？你总有天花板呢。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关注啊。这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什么门道在里面，对吧？你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归类为叫自我炒作，因为大部分地在他自己手上，优质地块啊，你也不能说什么垃圾地块的，优质地块都在他手上。这种玩法最终是要考验这个需求端承接能力，也就是韭菜他能不能买得起。所以这里面又有说到楼市啊，房价。最近啊，这个经济学家马关远他又拍了个视频啊，他主要是讲这个贸易战之下房地产走势如何。大家看视频啊。贸易战下边如何稳住房地产，如何稳住股市，对于稳住中国经济特别重要。我一直认为稳住房地产、稳住股市、稳住中国资产价格是我们应对特朗普关税战的重中之重。那如果说我们的房地产稳不住，我们的股市稳不住，那么等于是给美国打贸易战给了可乘之机。这次特朗普在关税战上面之所以下手这么狠，就是因为他们老觉得，你看中国房地产正处在一个调整的阶段，由房地产引发的中国很多领域的风险正在发酵啊，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乘之机。所以我认为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做好，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好好实。所以4月25号的高层会议，我觉得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这个用意都在阐述这一点，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就等于中国经济有了确定性。那么做好自己的事，最关键的是什么？让那些风险领域不再成为风险，比如说房地产。所以这次的这个高层的会议谈到房地产的时候，房地产在当前情况下怎么样进行稳住？比如说谈到了要加快城市更新，加快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的改造，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在需求侧方面扩大需求。把那些老的房子这个给换出来，换成新的房子，扩大了需求。那还有说要抓紧构建房地产新的模式。房地产新的模式是什么？就是要构建好房子，构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住房的体系。比如说哪些人应该保障，哪些人应该租，哪些人应该买。未来我们供应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房子？应该是好房子，高品质的房子，对吗？这个高品质的房子应该怎么样？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做的。所以我觉得为了这个应对这次关税战，我们必须在房地产政策层面啊，要把我们的政策再用足。比如说过去的那些限制性的政策该取消的抓紧取消，现在可以放心了，取消这些限制政策，房价不会暴涨。如果还担心这个，那就太有意思了。所以这些抓住这个时机可以取消掉。那么还有在需求侧，除了这个危旧房、城中村的改造，我觉得更重要的还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住房条件怎么样进行改善？我一直认为我们改善性的需求还是有的。那么为了把这些改善性的需求我们激发出来，应该怎么办？应该降低首付比例，更进一步降低首付比例。现在首付比例还是有点高，15%，但是10%跟15%有多少区别？我认为没有区别。利率应该降低。中国目前整个房贷的利率还是偏高。我们今年要实现真正的房地产市场的自跌回稳，首先必须在价格上自跌回稳。现在中国房地产的很多数据跌无可跌了，抓住这个机会推动房价
往上反弹，老百姓买房就没涨不买跌啊。如果房价不反弹，整个市场的信心要逆转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就抓住贸易战这个机会，更进一步的把房地产的政策能够更加宽松一点，更加给力一点。只要房地产稳住，只要中国股市稳住，资产价格稳住了，我觉得为我们打贸易战，为进一步的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就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房地产真的特别重要。这个马官员他说啊，要稳住资产价格，对吧？应对贸易战，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逻辑都是对的，没毛病啊。就比如说吧，这个房价不能再跌了，房价如果稳住了，甚至房价往上走，那这个老百姓，对吧？韭菜就是买涨不买跌嘛，谁都希望买一个房子之后房价呼呼涨，那大家心里都开心啊。不管你是自住还是投资，这不都是两全其美吗？对吧？你一买它就涨，这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吗？他说的是对的啊，对吧？所以说希望房价能稳住，资产价格稳住啊，那这个时候稳不住怎么办呢？希望政府来拖一把啊，出台更多的政策，拉一把房价。但问题是在什么呢？问题现实是你做不到，现实是韭菜不认可，对吧？你这道理能说得通，房价往上走，那更多的人会把银行的钱拿出来去买房，然后这个房价继续往上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是已经没有人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它房价的涨幅啊，就目前这个房价，它跟韭菜的收入还是脱节的。也只有韭菜的收入在涨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说拉房价，对吧？房价合理的在上涨，韭菜的收入也在涨，这个叫风助火势啊，火借风势，这个又回到了20年前，对吧？那一套。但问题现在是韭菜的收入没涨啊，而且涨不了。我们原本啊靠房地产，实际上这个就是房地产是支柱产业，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啊。你靠房地产，你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地方政府赚到钱了，卖地吗？刚才还介绍了滨江集团，那是杭州第一季度卖地就卖了600多亿。本来这个模式也无可厚非啊，反正你总得有个行业，有一个产业去造富，然后对吧？让大头拿到钱或者怎么着，反正都是一个分配方式嘛，对吧？中国的经济啊，为什么马官员说贸易战呢？贸易战就相当于你把中国当一个公司看的话，那我们给美国给欧洲卖东西赚钱，那是我们的收入。拿到收入之后，我们国内怎么分配，对吧？国内通过房地产给大家分配，通过什么其他的产业分配，都是一种分配方式。我们每赚1美金外汇放在那儿，我们就发，对吧？这是20人民币、30人民币，锚定那个美金嘛，然后国内就发这么多人民币，让大家拿着钱去买东西。这个人民币怎么发给你的呢？它有一套机制，对吧？你就通过你韭菜就是上班嘛，对吧？你在各行各业上班拿的工资不一样啊，大家就是简单理解。好，我们现在啊，实际上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这么干啊，就是选中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它比较特殊嘛，土地是不可再生的，你土地也不像钱，你可以无限制印，对吧？土地又不像那个石油，你可以在地上抽，土地那块用完了就完了，对吧？核心地段它是有限的，不可再生，所以说实际上很多国家那房地产都是支柱产业，美国也一样，日本不也一样吗？对吧？占国民经济比重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搞房地产，本来啊，你通过房地产你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个财富不管进了谁的口袋，你最终还是要创造价值，对吧？又回馈社会，这样形成良性循环，那高房价就不是问题。房价越高，对吧？政府或者开发商越多，拿的钱越多，他创造的社会价值更多，他更在投入啊，这不就是良性循环吗？这个没毛病啊。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老讨论的，大头被拿走之后浪费掉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对吧？变成大山里面的宏伟的工程，变成了老干部疗养中心，变成了，对吧？县城的那些广场上的仿生椰子树，变成了很多这个农村里面的很多排水沟垃圾工程，但都是浪费了，没有用啊，产生不了任何价值。昨天咱们还介绍了很多小区那种车库，对吧？机械车库啊，那你说多大的浪费啊，没有任何用处，完了还导致你那个车它停不进去，这种浪费痛心疾首。所以说你这故事讲不下去，是因为你前半截实现了房价涨，你通过涨房价卖地，通过卖地敛了大量的财富，这一半讲对了，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你财富到了手上之后，你干了什么？你把它花哪儿去了？你既没有建成北欧那样的高福利的这种保障制度，你也没能像什么，对吧？其他的国家，你发展什么，投到什么高科技行业，形成自己的这个优势，对吧？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么绝对啊，说一点什么高科技行业都没有，一点就这么不能这么绝对，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规模性的，对吧？能说得出去的，能够代替房地产的这么一个产业出来，没有啊。相反，我们看到大
大量的钱是浪费掉了。这个时候你再还接着讲这个故事，说房价涨，那问题就来了，那些韭菜他凭什么相信我这不是最后一棒呢？对吧？你说这个房价后面还要涨，我为什么买？是因为我买了这个，我相信5年以后它还要涨，或者3年以后它还涨，哎，那我才买啊。买完之后到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卖掉啊，价格再涨啊。但是问题现在就是你怎么样让人相信说未来5年这房价还涨，你这故事还能讲得通？你现在房价涨，你不就是把以前的故事再重讲一遍吗？你把钱又搞手上去了，你卖地又贵了，你把钱拿走之后你又干什么去啊？也就是你这个后半截这个循环你没有打通，你那个钱拿去又是盖老干部中心去了，又是去新的一个宏伟的工程浪费掉了，那这个亏空不就是越来越大吗？谁去还呢？所以说任你啊把这道理讲得再明白，韭菜他就是不买，他没有信心，不再上这个当，不再去接这个最后一棒。我们再往前看啊，2020年买房的，甚至2019年买房的，你现在回头看看是不是去接了最后一棒？现在是不是要死要活的？当大家看到这些人现在是要死要活的，谁不担心啊？谁不担心自己成为这一批人跟他一样，对吧？2019年以后买房的不都是要死要活的吗？房价在跌啊，他不就接了最后一棒吗？那我们现在没买房的，或者是刚需想买房的，他就担心成为最后一棒啊，对吧？所以说你说房价要涨要稳住多么重要，大家都懂。因为我们说实话啊，全国老百姓60%、70%的财产都是房子，那房价一跌，大家都有损失啊，对吧？你没损失，但你爸有损失啊，你爸有房子啊，对吧？你爸那房子以后还是你的，这个道理都懂。但问题是大家已经没有信心了，大家都不想做，不敢做接最后一棒的人，所以这个击鼓传花传不下去了，对吧？所以说来说去里面还是就你把这么多巨额财富你敛去了之后，你干了啥？就是说1000道1万就到这儿了。要么你说我投了教育，老百姓的教育负担轻了，是不是有没有嘛？对吧？要么你说我投入医疗，你医疗尽是这个协和4+4、中日友好医院，对吧？这个专家呀，把病人扔在那40分钟，对吧？这个什么各个地级市啊，那些乙级医院都纷纷要关门要暴雷，对吧？社保这个医保基金亏空，或者是叫延迟卯粮。所以说你说你投入了医疗，这个也说服不了大家，你投哪儿去了？老干部中心，对吧？那些仿生树啊，那个隔3差5就要抛开的马路，你都花哪儿去了？所以咱们不要把房地产当作敌人，也不要把房地产美化，说它是什么啊朝阳产业，它就是一个产业，对吧？你把它利用好了，它无所谓什么好坏。美的，对吧？西方国家它也有房地产，那房价涨得也挺厉害的，对吧？问题是你通过这个方式，你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天量的财富去哪儿了，对吧？你想5年前卖地收入都是20万亿，对吧？后来到10万亿，我有印象，记得卖地最多的时候应该1年20万亿吧，还是10万亿啊？那现在直接除以2，你想那个地从农民手上争上来5万块钱一亩，最后变成城里面的这个住宅用地指标，那都是1亩地都是几千万，是什么概念？比吹泡泡还要快啊！这几千万都是韭菜买房子去买单呢，这中间巨额利润谁拿走了？所以说啊，他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就是这个就像人的这个消化道一样，这后半截出问题了，哎，前半截吃到胃里都还行，但是从胃到12指肠到下面的已经不行了，那怎么办？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